耶和华，我的召唤不属我的主啊！愿我的嘴所讲，心所想的，伫你的面前，你着接纳。这是咱要做伙来吟诗，请起立。圣诗50首，着阿罗耶和华。请坐。这是请咱同心来祈祷，感谢天顶的爸上帝，你无弃嫌阮本属苦粉甲软弱的罪性，拣选阮成做你的儿女。日成的安息日，来到圣殿敬拜阿罗你，是阮一生最大的祝福。这是阮要将一切得罪你的代志摆在你的面前，祈求借着基督宝血救赎，互见若诚心反悔认罪的人，拢要伫你
的丰盛的恩典中得到赦免，甲天父和好，来领受圣国度新约所赐丰盛的恩典。感谢各位的主，你有应允阮，祈求天父差遣圣神保惠师临到基督徒的当中，就是真理的神，要永远住伫阮的心中，也要启示阮明白生命甲圣经的真理，要帮助阮活出有基督同在的新的生命。当阮的生命当中，有时难免拄着忧伤失志，也是身躯有病痛，也是失去亲人等的苦难，也是试炼的时，圣神要做阮及时的安慰、扶持、医治的帮助，使阮平安。当阮的生命当中有幸担着主的恩典的时，阮要首先献上感恩，感谢主美好的赏赐。同时，阮也要求主保守阮的心思意念，无互阮陷入伫单单来享受主的恩典，渴望主的作为，阁有显现去较侪新约技术的即款的迷失，阮着爱对心底确信新约的显现，毋是单单要互人带互人祝福、解决问题、脱离恶伫担当的事，乃是要互人认捌基督，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囝，而且叫一切相信伊的人，因为伊的名得到永生的生命。主耶稣对多马讲：“你因为看见了我才信吗？”遐个无看见来信的，无看见来信的，是怎样有福气啊？早前即款的对话，成做现今基督徒跑走天路的动力。今年是228的70周年，愿天父力上加力，恩上加恩，人民台湾即块土地，将你的荣耀彰显伫现今所有的执政官员甲所有的百姓身上，互你会当来展现实践转型正义的决心，是着要遵照独来行公义、心存人民、谦卑甲天父同行的指示，各种转型正义的推动，拢有你美好的旨意同行，彻底来消除台湾族群中间认同的问题，互全体的百姓拢会当连结伫天父上帝无限大的疼内底，互台湾成做一个合一、搁下主心意的国家。阮的祈祷无完全按照着你求主按照着你丰盛的恩典甲旨意，互囝仔来到你的面前，诚心祈求的肢体，求主你会当补满因的欠缺。即时，阮要用主教导阮的主祷文做伙来祈祷。阮伫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即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阮的吃你今仔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
无伫台湾日市，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的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主听阮祈祷。这时，请咱三角来启应上帝的话，记载伫启应文第4篇，信息后壁第5面。启应文第4篇，上帝啊，求你保护我。我的灵啊，你捌对耶和华讲。论到地上神的百姓，因别个神天外耶和华的，以献奠献的祭，我无要献。耶和华是我的产业，甲我杯中的份业。所量互我的地是伫真水的所在。我要学了迄个教示我的耶和华。我常常敬奉耶和华伫我的面前，因为安尼我的心欢喜，我的神快乐。因为你无将我的灵魂放下伫阴间，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欢喜。这时，请咱起立做伙来念圣诗25首 A， 万军的主，至圣的厝。
即时圣歌队要用主监听着阮祈祷来赞美。感谢诗班用遮尔水的歌声，甲咱做伙来敬拜上帝。这是咱咧强读上帝话，记载伫圣经约翰福音第2章第1节到
11节，现代中文日本147页，台语和日本105页。我要用中文日本，就是咱任务会当看会到的即个字吼，来共读圣经，咱会当来对照。第3天，伫加利利的迦纳城，有人举行婚礼。耶稣的母亲伫迄个所在，耶稣甲伊的门徒也受邀请参加婚宴。第3节，酒啉尽了，耶稣的母亲甲伊讲，伊无酒安尼。耶稣讲，母亲，请莫勉强我做甚物，我的时刻也未有到呢。耶稣的母亲却吩咐找用的人，伊要爱恁做甚物，就照伊的话做。伫迄个所在有6口的石缸，是犹太人行洁净礼的时候咧用的。每一口石缸通抵水约100公升。耶稣对找用的人讲，甲水缸拢装满水，因就倒水入缸，直到迄个缸的口啊。耶稣阁讲，现在通养一寡出来，送互管宴社的，因就送去。第9节，管宴社的担了迄个已经变成酒的水，毋知影即个酒是对倒落来。养水的找用的人却知影即个代志。对着安尼，就叫新郎来，对伊讲：别人拢是先上好酒，等人客啉够啊，才上普通的。你反倒甲上好的酒留到现在。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新约，是伫加利利的迦纳城行的。这个事显示了伊的荣耀，伊的门徒拢信了伊。今日咱的主任牧师要传讲的信息是耶稣的新约。第一讲迦纳的婚宴，请咱自行来听。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日要开始进入另外一个主题的讲道，就是耶稣的新约。咱今日要来看耶稣所行的第一个新约，就是迦纳婚宴中间将水变做酒的新约。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大的恩典，你用你的听吸引阮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要透过你的话语来投放阮。主，阮恳求你赏赐阮有属天的智慧，互阮会当明白你的话，也当将你的话实践伫阮的生活中间，来领受祝福。求主赐福保守看顾阮。阮静静听候你，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今早咱所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书记载耶稣所行的第一个新约。这个新约是发生伫加利利的迦纳城。迦纳是伫耶稣的故乡拿撒勒附近的一个小的庄社。当时阵，拄有一家人因咧举行婚礼。这个婚礼可能甲耶稣的家庭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咱看到耶稣的老母毋单单是去参加，而且可能也有斗3工即宴社的筹备工作。当然，耶稣甲伊的门徒也受邀请参加即个婚宴。毋管安怎，这是一个真典型的犹太人的婚姻的宴社，是充满了欢乐的喜庆。所以有真侪遮个亲人朋友拢受邀请来到即个婚宴中间。
但是当大家拢欢喜快乐咧庆祝的时阵，突然间发生一件代志，就是这个宴会中间的酒啉了。咱也知影，这犹太地区甲咱台湾的地区真类似，就是伫宴会中间吼，酒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酒是犹太文化甲因宗教信仰中间一个真重要的代志，袂当欠少的物件。特别是伫这婚宴中间，如果这个酒的供应有欠缺，这对备办婚礼的人，特别是新郎甲新娘，这是真大的代志，真见效的代志啊！竟然讲大家拢欢迎大家来参加咱的婚礼，竟然咱的供应会无够所以咱会通知影，这个时阵伫咧管理这婚宴的人是偌尔啊烦恼。咱会当根据经文去推断。这个人有可能就是耶稣的老母玛利亚，所以伊想无办法，只好去找耶稣基督，来斗相共。伊就去对耶稣基督讲因无酒耶稣就对伊的老母回答讲：老母请莫勉强我做啥物，因为我的时也未到。这段咱看这段经文咱会感觉讲，耶稣可能对老母真无礼貌但是咱来明白就是讲，其实咱若看圣经中间，咱看起来耶稣甲伊老母玛利亚其实有真亲密的关系。所以咱拄则所看到这个翻译是字面上的翻译，毋是迄语气顶面的翻译。其实耶稣的意思毋是无礼貌耶稣是对玛利亚讲一件代志，因为咱知影。玛利亚要求耶稣基督帮忙，伫迄个无酒的中间，爱变出酒来，这是爱行一个新约。但是咱爱明白，新约其实是显明上帝气力的一个代志。这是弥赛亚工作的一件真重要的代志。咱爱知影，弥赛亚的工作是天父上帝所安排，毋是人会当影响的。所以耶稣基督讲，莫勉强我做啥物。我的时也未到，但是咱嘛知影，耶稣犹原是体贴人的需要甲软弱的上帝，所以了后伊也完成这个新约。所以咱看见着耶稣虽然对玛利亚讲即句话，玛利亚嘛对耶稣真有信心伊就吩咐罗伯讲，因爱你做啥物，就照伊的话去做。照圣经看。伫遐讲，伫迄鼎斗内底有6口的即个石红，石的红，这是犹太人行清气礼的时阵所用的。一口的即石红大概当底水100公升。所以耶稣就对罗伯讲，将水红拢底满水，因就倒水入去即个红内底。接续耶稣讲，现在会当养者会出去，交互。管宴社，因就送去。这管宴社是担着这送来的酒我甲讲，哇，这是真好真好的酒，就叫这新郎来。因为照犹太人的惯例因拢是将迄个较好的酒放伫头前，因为人头起要清醒的时阵食这酒这酒的真好的酒会感觉口味真好，表示这主人真有诚意。到大家食较茫茫的时阵无法度分别好歹酒的好歹的时阵较送普通的出来伊直到尾较啉完叫伊讲，你竟然将这个好酒放伫路尾咱看见着耶稣行这个新约圣经记载讲，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新约，是伫加利利的迦纳社所行的。这个代志显示伊的荣耀，伊的门徒也因为安尼拢。相信伊，咱的投影片会当帮助。咱来对头期，这是经文的部分。好，咱对这新约来想一寡真重要的信息。首先，咱要注意的，这个新约是发生伫一场婚宴中间。咱知影婚姻上界重要的所在是在伫
新人爱伫正人甲上帝面前立婚姻的誓约。啊，若信仰呢？信仰嘛是信仰上界重要的所在，是人甲上帝立约。啊，所以婚姻其实甲咱的人生、甲咱的信仰有真大的关系。啊，所以咱对这个角度来看吼，咱当对这个婚姻中间所发生的事情来反省咱的信仰。咱会当看见耶稣伫这个婚姻中间所扮演的角色、所做的代志，乃是耶稣会当伫咱的信仰的历程中间扮演什么款的角色，来成就什么款的事。咱首先第一项来看吼，咱的人生吼，甲即个犹太人吼，因伫这喜宴中间咧，将酒摕出来的顺序其实是真相共。咱拄则讲过吼，伫犹太人的即个婚宴中间吼，一开始会将上介好的酒摕出来，对无？然后当这人客拢啉到茫茫的时阵，才摕普通的，啊，最后所有的酒拢啉了。啊，其实吼，咱的人生，咱看咱的人生嘛是安尼啦。咱伫少年的时阵，活力真丰富，拢有充沛的活力对无？啊，到中年，就体力就变做普通；啊，到年老的时阵，就衰弱了。咱的迄个甲人的关系嘛是相共。咱甲人的关系，有时阵当认捌的时阵，交陪了，哇，就感觉真亲密。啊，到一段时间，若无好好经营，就变做普通；啊，若无继续联络，就变做消失。啊，上界可怕是咱甲上帝中间的关系，上界可怕。就是讲，有时阵当信主的时阵，每一人拢做热情，对上帝做热情吼。啊，若真热情去服侍，但是过一段时间了，若无好好经营咱甲上帝中间的关系，就可能变做平淡去，变做普通。啊，到落尾就变做安怎？到落尾有可能拄着困难，也是讲咱真顺利的时阵，咱就将上帝忘记去了。咱甲人，咱甲上帝的关系，嘛会当亲像婚姻来比拼啊。有真侪恋爱的人嘛是安尼啊。当恋爱的时阵，当甘蜜甜对无？两个人真相挺，真火热。啊，过无偌久了，结婚了，过一段时间了，啊，逐工过一工，迄个感情就慢慢平淡去。啊，到落尾甚至就消失，爱情变质去。即个犹太人伊婚宴摕酒出来的顺序有小可相共。啊，所以咱甲人的关系，咱甲上帝的关系，有可能是因为安尼来变化。而且即款的变化，常常拢是伫咱欢喜得意的时阵所产生的。亲像伫即场婚宴中间，新人甲遮个人客，因伫欢喜的中间，突然间危机就突然间来临。咱来明白，信仰是一件真奇妙的事吼。因为信仰是一种关系，咱有时阵吼，咱感觉讲咱甲别人的关系无问题的时阵，危机就产生。啊，你若常常想讲，你甲上帝无问题的时阵，我做信靠上帝，我拢逐礼拜来礼拜。啊，你若将即个信仰变做形式化的时阵，迄个关系就出问题。常常是你感觉真平顺，啊平顺你就想要靠家己，啊迄个问题就出现，危机就出现。你就袂记即讲信仰的道路是爱不断努力甲维持的。就亲像咱今日所读的即段圣经，伫婚宴中间，大家伫欢喜的中间，酒啉了，酒用尽啊。即场婚礼就陷入一场的危机中间。所以大家会当想象讲，这是突然间就产生的一个危机。亲爱兄弟姊妹，伫咱生命的历程中间，咱敢有相款的经历？有时阵咱会拄着一寡困难，产生一寡危机，亲像这婚宴中间，酒啉了，你煞毋知要安怎做。常常有一寡人拄着这危机的时阵，就怨天怨地啊，陷入一种困扰中间。伊一直想讲，为虾米？
咱拄着困难的时阵，咱拢想讲为虾米？为虾米是我？为虾米毋是别人？吼、为虾米遮尔侪人会害我拄着即款的问题？亲像即个主办宴会人，伊可能有真侪理由会当问为虾米？为虾米人来遐尼济？为虾米大家遐尼熬啉？为虾米准备了遐尼少？遮问为虾米拢无法度解决遮个问题。所以，当你拄着你生活中间的问题，牧师毋知影你即摆拄着的问题是安怎？有可能是你经济出了问题，你的工作出问题，你的关系出问题，你的婚姻出问题，你甲你的亲人朋友中间出问题，或者是你失去某一个心爱的人，还是失去某一个心爱的代志。无论安尼，无论安怎，当咱拄着遮个问题的时阵，你袂当一直问讲为虾米？为虾米？反倒当你爱想讲，我安怎对即个危机中间来走出来？我伫即危机中间，到底有啥物人会当帮助我？有啥物人有能力会当帮助我度过即款的危机？互危机会当变做转机啦！这是咱拄着困难、拄着危机的时阵，应该爱想的一件事。所以咱看见着。今仔咱圣经中间所记载即个危机，毋简单，互危机拄着转机哦，伊嘛经历一个新历，就是从危机到转机，从转机到神机。所以咱看见着，今仔即个新历其实有3个真重要的要素。所以当咱拄着人生中间的困境的时阵，咱来学习这3项真重要的要素，互咱也会当对危机会当变成做转机，对转机去体验着新历。体验新历的第一项，就是咱爱邀请耶稣。咱讲改变这个新历上介大的关键，就是耶稣。所以经文中间，咱看见着耶稣甲伊的门徒也受邀请来参加婚宴。所以，伫即场宴会中间，好佳在主人有邀请耶稣，因为有耶稣，互即个危机会当得到解决。所以，伫咱的人生过程中间，咱会邀请真侪人进入咱的生命来，但是请大家毋通袂记住，咱一定爱邀请耶稣。咱来明白，咱的上帝毋是一个勉强人的上帝，伊当然真疼咱。但是伊袂强行介入咱的生命中间。但是如果咱若拍开咱的心门，互耶稣来到咱的心中，咱自然而然会当领受对耶稣遐来开力。我相信今日坐伫遮真侪兄弟姊妹，咱真侪人的生命中间嘛，因为咱邀请耶稣来到咱的生命，咱的生命得到真大真大的帮助，去体验上帝所大互咱的开力。毋简单是邀请耶稣，咱再来看第2项。咱毋简单是邀请耶稣进入咱的生命中间，咱该顺服伊，互伊做主，才做咱生命的主。咱看见着咱拄则中间的经文中间，耶稣的老母对罗伯讲伊爱恁做啥物，你着照伊的话安尼做。这点非常关键哦，因为有真侪人邀请耶稣进入伊的生命，但是伊犹原想要照家己的想法、照家己的方式去活，直到伊真困难经历着上帝所带予伊的快乐甲改变。咱看见着即个家庭的罗伯，耶稣的老母交代伊讲，伊爱你做啥物，你着照伊安尼做。即个罗伯着真正。照玛利亚交代因的，耶稣叫伊做啥物货？叫伊将遐石甕来灌水灌好满，因无任何问题啦。因无问讲为虾米爱安尼做，因就是照安尼做。咱来理解即段经文哦，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新历。意思是讲，耶稣进前也毋捌行新历伫众人的面前哦。所以即阵的人，伊毋捌看过，毋知耶稣的能力，但是因犹原愿意顺服耶稣的话去做，
因无问讲啊，我倒这要创啥？啊，佮倒了，佮叫我养出来，佮叫我送去互管院舍。因无安尼疑问，因就是完完全全照耶稣基督的交代安尼做。所以，亲兄弟姊妹，当咱邀请耶稣进入咱的生命了，咱也爱顺服耶稣，照耶稣的交代，照耶稣的命令去做，咱就当领受福气。咱看见着耶稣甲伊的门徒第一遍见面的时阵，耶稣拄着西门彼得。因拄伫遐咧野戏，所以耶稣就去咧伊的船顶，啊叫伊将船过开离这岸边一段距离，然后耶稣就伫遐教训遮对遮岸边的人讲道，讲道煞了，耶稣对西门彼得讲，将船驶去最深的所在，然后你甲你的同伴拍网掠去。啊，西门拢来应讲。先生啊，阮规暝拢着无，但是犹原无掠着啥物。但是既然你安尼讲，阮就拍网。咱明白这是耶稣甲伊的门徒打见面的，伊嘛毋知因的，毋知耶稣的能力。啊，耶稣是一个做肉的，啊，西门是一个老练的掠鱼的，一个掠鱼的去听一个做肉的讲爱安怎去掠鱼。咱今日想起来，这无合伫咱的理性嘛。但是彼得讲，既然你安尼讲，阮就拍网。所以因就照耶稣基督的指示拍网。结果哪，圣经记载讲，因掠着一大阵鱼网差点破去。佮叫同伴来，两只船仔拢底满鱼。所以彼得无任何犹豫，伊就是顺服耶稣基督的话。所以，亲爱兄弟姊妹，检查你的生命，也无经历过主耶稣基督，你也无去经历着新掠，但是你够愿意邀请耶稣进入你的生命，然后顺服伫伊的教示甲吩咐。牧师相信安尼，如果你若愿意安尼做，绝对会当互你的生命得到真大真大的福气。然后咱看见着。经历新掠的第三项就是，当一个人邀请耶稣，佮愿意顺服，伊的本质，伊生命的本质会得到改变。咱看去经文中间，安尼记载讲，迄个所在有六口的石甕吼，这是犹太人行清气礼的时阵用的。因为犹太人根据律法食饭进前爱洗手，吼，这是律法规定的，毋是为着卫生的缘故，是爱照律法安尼做。所以这是清气的律法所爱备办的这个石甕，啊内底爱滴水，互因食饭进前会当洗手。但是咱也真清楚，清气的律法只会当清气一人的外表。所以约翰福音书的作者特别伫遮吼，伊讲是六项哦。咱知影犹太人因的传统吼，六毋是完全数，偌济是完全数7嘛，表示讲。律法只会当洁净你的外表，无法度洁净你的心，本质无改变，人迄个罪性无改变。但是耶稣基督所带来的能力，是互人的本质改变，是会当互水变成做酒，毋是物理性的改变，是化学性的改变，是完全本质性的改变。所以咱看见着耶稣基督所带来即款的稳定。会带互人生命真真正正的改变，是对水变成做酒。咱看见着圣经中间有一个人叫做撒该，撒该原本是一个抽象的，哇！啊，伊这是犹太人真讨厌，因为这抽象就是帮赞这个殖民帝国罗马帝国咧迫害犹太人。所以大家拢真讨厌这个撒该，伊真有钱，但是人生得矮矮啊。伊知影耶稣要来到伊的城，伊住的城叫耶利哥，所以伊真欢喜，想讲要去听耶稣讲话。人矮无法度听，只好爬去咧树仔顶听。耶稣看到伊，叫伊落来，撒该落来，今日我要去恁兜，做人客。所以撒该就欢迎邀请耶稣去到伊的厝。
当然，咱也明白，耶稣的确有伫伊的厝内底传讲信息，一寡吩咐伊、教示伊的话。然后咱看起着圣经中讲撒该改变，撒该讲伊要将伊的财产的一半分予送养人。伊过去若有去人歪过的，去人欺骗的，伊要赔人4倍。对一个贪婪的人，变成做一个慷慨的人；对一个生命原本在互人感觉真无好的人，本质完完全全改变，成做一个祝福别人的人。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圣经中间安尼记载，互咱明白，每一个邀请耶稣基督，然后遵守耶稣基督教示的人，伊的生命本质当得到完完全全的改变。咱看记着保罗先生嘛是安尼，伊邀请耶稣进入伊的生命中间，当然上帝主动介入伊的生命，然后透过伊认捌耶稣基督了，生命完完全全改变。即款的改变吼，毋是简单家己领受福气，亲像今仔日咱看到即个新娘，水变做酒，会当舀出来甲别人分享，是会当做分享，会当做见证。所以咱明白就是讲，即款的生命是偌尔丰盛。如果一个人邀请耶稣、顺服耶稣，伊的本质改变了，伊会当透过伊的生命的见证，带予真侪人真大真大的祝福。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看见着今仔日即段经文的尾后，伊安尼讲，讲即件代志显示了伊的荣耀，伊的门徒拢相信伊。互咱明白一个新业的发生，毋是要满足咱家己吼，咱食啉到野快快乐乐，安尼就好啊。新业的发生毋是互一个人破病得到医治，新业的发生毋是互咱看见着真济奇妙的事发生尔。新业技术的上界重要，是要显明上帝荣耀，而且互人会当相信上帝。所以，新约上界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恢复人甲上帝中间的关系。这以后牧师咧讲耶稣基督新约，我一再提起，新约技术上界重要的目的，是要恢复人甲上帝关系，互人会当将荣耀归乎上帝。这是咱来学习的。然后，当咱生命中间经历着上帝所带予咱的新约，咱真知耶稣基督是值得咱信靠的上帝。亲爱兄弟姊妹，咱拄则有讲过，犹太人的婚礼，这酒出来的方式是对上好、到普通、到用尽。咱的人生、咱的体力是对真丰盛、到普通、到衰败。但是咱的人生敢真正爱对迄个上界好、上界灿烂的青春变成做乌白，然后变成做消失？你敢愿意接受即款的命运？咱当然无愿意嘛。所以你爱做一个翻转你人生的决定，就是你邀请耶稣进入你的生命，拍开咱的心，邀请耶稣进入咱的生命，佮顺服伫耶稣基督的教示。我相信咱每一个安尼做的人，拢会当经历上帝要伫咱生命中间所带来真大真大的祝福。伊要互咱的生命对平淡的水变成做甘甜的酒。如果你若会当做即款的决定，上帝要大大透过安尼来祝福你。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大的恩典，阮感谢你透过你的话来透帮阮，来祝福阮，互阮毋简单领受你的话，也当互你的话伫阮的中间来动工运行，改变阮的生命。求主赐福保守看顾阮，互阮平淡的生命会成做甘甜丰盛的生命。求主赐福互阮，也互阮透过改变的生命，会当祝福更较侪人。我来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
感谢主牧师带互咱的勉励，即时咱要来起立做伙来念圣诗348首。我点主的疼，我点伫主的疼痛，请咱起立来念。礼堂的大圣代表教会欢迎头一届来遮做礼拜的兄姐，你若离卡面无填留名卡，伫节位头前有留名卡，你当填好势来交予收奉献的执事，这是咱做伙来奉献。
请咱起立来做奉献的感谢。请大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是万福的本源，阮的财前拢是金钱，一切拢是你赏赐，只是阮奉献淡薄的金钱买做教会圣工的路用，求你感纳，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请咱注意来看吼，伫九报第5页吼，3月初5就是下礼拜，是本会设立104周年的纪念主日吼。咱要前往伫淡水的真理大学的咧举行野外礼拜。迄天咱教会敢若第一场有下礼拜有举行，其他的各场的礼拜吼暂时停。欢迎兄弟报名来参加，请你一定要报名吼。现场的安排，伫9点的时阵，伫教会遮有游览车要出发吼，会载伊到迄个咱要去的迄种真理大学遐的迄个教堂吼。若家己要去迄个节文要去淡水的时阵吼，咱的爱望东港吼，伫淡水车站的服务吼是到10点半就结束吼，所以你若想办到的，你着爱家己去吼。咱礼拜完了的时阵吼，有要伫迄个玻璃屋的所在吼，有要食午餐吼。所以你若有要去，拜托你一定要报名，无到时准备迄种便当吼，可能就较袂遐正确吼，用啥会无够吼。你午餐了后，教会有安排3种的参观的即个路线吼，伫咱的即个周报顶头拢有写。有7点钟，有2点钟的即个路程吼，请咱兄弟吼，食饱了后的时阵，看你要参加对一款的行程吼。但是报名吼是到今仔日本主日截止吼，请咱把握这个时间吼，去迄个10楼的走廊，也是9楼的办公室遐，拢有报名单会当填写吼，互咱的即个准备的工课吼会当。佫做了较圆满吼。交通的方面吼，就是讲，咱有比较年长70岁以上，也是讲你行动无便的，咱会当报名坐游览车，迄就是离咱教会9点要出发的吼。但是你一定要报名吼，报名的时阵，就是讲为着讲你报名，你就真正要来坐吼，所以你有交一个100块的押金吼，若迄天佫坐倒转来的时阵吼，会甲你退现吼。若有请3台车，若满就无啊吼。游览车伫配合即个 A 行程吼，结束了会倒转来教会。所以你若参加 B 行程的，也是 C 行程的吼，结束了，请你家己倒来吼。第2点，另外伫即个你若要家己开车去的吼，
东光中央有迄个开放30个车位吼，啊，咱若会友要去开车要去的，请你去交流甲迄个高医生干事吼，摕迄个停车的票券吼，就是有一条杠啦吼，迄个收费塔要互你入去停吼。特别是讲的方面，就是讲咱的牧师团有甲咱鼓励咱大家推荐一个真好的影片吼，就是迄个2月17日开始咧放映的电影吼，就是伊的片名叫做《沉默》啦吼。即个甲咱的信仰上吼有真大的帮助吼，所以牧师团还鼓励咱爱去家己去看吼。具体关怀的部分吼，咱有几啊位的即款的姊妹吼，伫即个最近拢来受主恩调吼。第一个就是会友全明业姐妹的老母钱宝玉女士吼，2月15安息，3月初3上午伫8点伫第二殡仪馆举行公祭吼，请咱兄姐关心代祷，愿上帝安慰伊族。还有一位是会友高全坤、王美龙夫妇的查某囝高清穗姐妹，伫2月10号安息主怀，伫3月初4本周的拜六上午10点，伫台北市立第二殡仪馆景仰楼2楼4厅举行入殓个别礼拜，请兄姐关心代祷。佫一位本会会友刘淑娟姊妹的老母刘黄芬姊妹，伫2月19安息主怀，3月初4本周的拜六下晡2点，伫万兴长老教会，是伫中华义林的所在举行个别礼拜，请兄姐关心代祷。佫有一位是咱本会会友阮小春姊妹的老母阮思慈伯姐妹，伫2月19安息主怀，伫2月27，就是明仔载下晡3点，伫屏东南边德雅卡长老教会举行个别礼拜，请兄姐关心代祷。佫有咱本会会友赵张范宝金姊妹，伫2月22安息主怀，3月11拜六上午8点，伫台北市第二殡仪馆景仰楼3楼10厅举行入殓个别礼拜，请咱兄姐关心代祷。佫有一位是咱的真久的会友，拢住伫加拿大，是本会会友是施丽卿姐妹，伊是苏慕仁长老的姐姐，伫2月24伫温哥华安息主怀，请兄姐关心代祷，愿上帝亲自安慰遮个各样的人的遮个所有的遗族。总务委员会的报告，就是讲教会有要印这个信徒的名录，但是为了要符合这个资料个人的资料的保护法，已经有寄通知，互咱大家看你有要印，你要互印无？要互印的资料，你要同意几款互印安尼这个资料你若有收到有填写，你会当摕去4月30以前，交回教会，看你即仔礼拜后要交入10楼的所在，还是你要摕去9楼交互迄个干事，另外，即个有关即个奉献的代志，就是讲你若需要奉献证明的
你若有身份证的人，提供身份证的人，你会当去国税局下载啦，啊，你若是爱奉献证明，爱纸本的奉献证明，请你到九楼甲陈美贤干事来甲伊讲，伊就会开互你，报告以上，即是请牧师来欢迎来宾甲代祷。大家平安。这时阵我来介绍第一遍，甲咱做伙敬拜兄弟姊妹，遮有一位陈建达先生，伊是台北韩国教会。陈建达，应该伫迄个灵修室外面啦，搁有遮有一个陈文静小姐，陈运庆，伫后壁，欢迎，搁有富强教会来的即个营县长老因全家营县长老因全家欢迎。其他到第一遍来甲咱做伙敬拜兄弟姊妹。咱今日礼拜有经历一个危机就是迄个投影片煞袂临时啦第一场还佫好势第三场毋知安怎好，但感谢主啦若保守靠顾咱，毋知大家听有无啦愿上帝亲自赐福互咱佮另外就是大家补充报告就是咱后礼拜是野外礼拜，所以咱伫本堂了第一场的礼拜7点半迄场的礼拜然后咱伫10点半要伫真理大学的礼拜堂举行礼拜，即摆已经有600外个人报名所以报名到今仔日为止，请大家一定爱报名啦报名了，咱行政人员才会当安排遮个顺序拄则已经有真详细报告佮另外就是咱即个拜二原本咧拜二的迄个装备课程咱即个拜二暂停一礼拜咱后礼拜佮继续这是牧师的补充报告，多谢。咱即个时阵来做牧养的代祷，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透过今日的敬拜，互阮领受你大的快乐。透过你的信息，阮明白，阮愿意拍开心门，邀请你进入阮的生命来带来改变。我恳求主，你帮助阮，会当明白你的话，也顺服你的话。透过安尼，互阮的生命会当成做活活的见证来荣耀你。阮恳求主，你赐福保守看顾，阮伫阮中间有得着亲人死失、病痛的兄弟姊妹，求主你亲自安慰、保守。赐了福源的快乐，互阮领受你大的快乐，对悲伤中间福源。我也恳求主你保守看顾每一个兄弟姊妹，互阮领受你极大的平安，有喜乐伫阮的心。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这是请咱起来吟八遍的诗。上元510首，阿乐天顶主宰。耶稣基督拯救听读，圣神的感动扶持相通，常常甲阮伫地，直到世间的落尾。阿门。
济，绿岛、社温、强受、车客。